大家好，我係追趕賽馬嘅 ED。繼上個星期嘉應高升嘅二冠達成，同埋破香港紀錄嘅18連勝之後，現役中距離最強，兼且香港杯4連霸嘅浪漫勇士嚟到3冠大賽嘅次關嘅香港金杯。今場嘅賽事比起頭關嘅董事杯更加輕鬆，所面對嘅對手都係喺馬會杯同埋董事杯曾經交手。唯一嘅變數係華將毛顯東首次挑戰 G1 所策騎嘅天象龍駒，只係參與最高水平嘅平磅級制賽，136分嘅浪漫勇士同埋91分嘅天象龍駒，兩者相差45分嘅差距，並唔係一朝一夕係可以逾越嘅。後邊噶嘛，浪漫勇士就緊隨第3啦，位置變動上面冇喐過。第4位係澳遊氣泡啊，第5位噶嘛有天象龍駒啦，紅衫暫時殿後，仍然係嗰匹竹園嚟噶。好啦，轉彎入直路咁滯啦，前面依然佔先，有美麗同享啊，按請第一隻上嚟挑戰啊，第3位有浪漫勇士，外邊澳遊氣泡，揈到最出天象龍駒，後邊係竹園嚟噶，最後直路啦，美麗同享埋邊，中間有安請啊，浪漫勇士一蝕落去就有啦。拋離後邊噶啦，咁啊見到外邊位置追上嚟噶嘛，有天象龍駒，馬林中間係竹園啊，最後200米到啦，浪漫勇士俾幾步，最少拋離3個身位，贏出今場花旗銀行香港金杯啊！跑第2名安請，第3名天象龍駒毛顯東啊，第4名係竹園啊。老當益壯嘅浪漫勇士繼續穩定發揮自身嘅水平，贏馬嘅姿態不愧係全季前10嘅頂尖水平。只不過去年嘅3冠王，今場喺直路上完全係冇競爭力，只能保持走勢嘅第5名。今季澳遊氣泡嘅狀態飄忽，顯然係無法翻自身嘅巔峰水平。浪漫勇士同埋澳遊氣泡嘅宿命對決，澳遊氣泡係將會徹底完敗。至於評分大幅度落後嘅天象龍駒，最後100米同竹園嘅短兵交接之下，成功追上亞軍。今場毛顯東嘅發揮已經將賽區發揮咗唔錯嘅水平，希望之後可以好好打磨自身嘅騎功，早日可以同師兄們一樣取得 G1 冠軍騎師嘅榮譽。香港嘅評分制度係透過量化將馬匹嘅實力轉化為分數，令到馬迷可以易於理解賽區嘅現有水平，並且分為唔同嘅班次同埋讓磅制度，理論上係可以將每場賽事嘅馬匹都有平均嘅勝出機會。不過賽馬始終本身係動物，動物嘅潛力並非一朝一夕可以發揮出嚟，係需要練馬師嘅操練、騎師嘅發揮同埋馬匹自身嘅開竅，先可以喺適當嘅時候綻放出最亮眼嘅表現。好啦，咁啊轉緊彎，差唔多入直路咯。數字天文已經擺脫咗天星，自己入直路先啦。跟住響第3位噶嘛，有一生好彩啊，外邊係一定超啊，揈出去外邊追噶嘛，美麗星辰啦，響入邊偷位上入風將啦，白鷺金剛啦，馬林中間仲有瑞成人生啊，外邊追嘅話仲有呢隻呢就係紫荊盛世啊，最後200零米，數字天文佔先啊，天星呢又上翻嚟啊，外邊位置紫荊盛世殺上嚟亦都相當好勢啊，再後多層。內欄仲有白鷺金剛啊，出邊係標誌宇宙晒啦，最後100零米紫荊盛世外邊逢馬過馬，贏出呢場香港經典杯，跑第2名嘅馬白鷺金剛內欄，咁啊外邊追上嚟嘅馬呢，仲有標誌宇宙，中間夾住係數字天文啊。4歲賽事吸引之處就係每匹年輕馬理論上都有無限嘅潛力，並且因為賽事獎金嘅豐厚，吸引到每個馬主都可以踴躍挑戰呢一項嘅大賽，從而令到賽事係充滿變數，亦都令觀眾睇到十分刺激同埋過癮。不過今場4歲新星嘅表現實在令人感到驚喜。1號馬小鳥天堂賽前煩躁不安，開閘笨拙，最後直路進退失據，最後失去獎金嘅位置。2號馬數字天文賽前抽到唔好嘅11檔位，過程亦都未能取得最佳嘅位置領放。同樣跑1500米嘅賽事，賽區嘅發揮水平參差，只能負參第4位。3號馬瑞勝人生繼上次失去大滿貫嘅機會之後，潘頓嘅打比希望馬今場因為喘鳴症而失去競爭力，成為倒數第一。估計3星期後嘅打比大賽亦都需要另覓良駒參賽。只係小鳥天堂、數字天文、白鷺金剛都有相應嘅騎師主戰之後，未知佢最後係何去何從。最後係評分同成績匹配嘅4號馬白鷺金剛，布文保持內欄位置嘅策騎，賽區發揮翻自身嘅最佳水平，理論上今場應該可以扳回一局。只係大外檔有一匹全場最低分嘅賽區發動勁勢衝刺，並且以23秒04
從11位追至冠軍，並且拋離1個馬位。佢就係76分，幸運入選4歲系列賽嘅紫荊盛世。可能較少留意低班賽事嘅馬迷唔太認識。紫荊盛世作為自購馬，澳洲只係贏咗一場1200米嘅美勝利馬賽事，離港之後評為66分起步。喺10月初出道嗰陣時，3班嘅短途賽係未見到有足夠嘅競爭力。轉捩點係今年嘅1月11號嘅3班1400米賽事，當時以臂位之差取得亞軍。賽後加3分到68分之後，相隔1個月喺3班嘅1600米4歲限制賽，大外一氣咁以末段21秒85取得今季首勝。賽後加到76分之後，成功趕上次關香港經典杯嘅末席。不過後來香港賽事化驗所通知，1月11號跑獲亞軍嘅紫荊盛世，賽後嘅血液樣本經檢驗之後，驗出含有利多卡因，其後將樣本送到法國賽馬化驗所複檢之後，亦都係相同嘅結果。聽講驗出禁藥嘅原因係因為綁利帶嘅職員曾經搽上含禁藥成分嘅護手霜，並且當時職員係冇戴上手套去做呢個動作。雖然馬房聲稱今次嘅事件係純屬意外，不過我相信經過3月10號嘅言訊之後，證據確鑿之下，最終都會取消其亞軍嘅資格。只係賽程緊湊嘅4歲系列賽，相差幾分已經足以影響賽區嘅參賽資格。假如一早發現禁藥，並且取消其亞軍嘅資格，即使後來贏到3班嘅賽事，相信評分上未必有11分嘅加幅。回顧翻香港經典杯嘅報名馬匹名單，名單上有76分嘅星幻、75分嘅極光之子、74分嘅有熒光。撇除因為表現問題禁止出賽嘅極光之子、星幻同埋有熒光，亦都係因為分數不足轉戰同日嘅3班2000米賽事。相信失去咗3分嘅紫荊盛世，亦都係無法取得入選資格。只係喺現有嘅機制下，發現有特殊情況後，未能作出即時嘅反應。當言訊過後，大幅加分到98分嘅香港經典杯冠軍，即使取得亞軍嘅賽事資格，仍然無阻佢取得打比嘅入場券。當然，紫荊盛世嘅亮眼表現係值得呢項大賽嘅冠軍，只係陷入禁藥風波嘅賽區，得到唔公平嘅加分紅利，並且扼殺其他賽區嘅參賽機會。未知相關嘅馬主同埋騎練團隊會有乜嘢嘅感受？最後經過2場4歲系列賽之後，大家認為最後一關嘅打比大賽邊一匹馬可以笑到最後呢？歡迎大家留言討論，下次再見。